事吧？大师兄，大师姐，闭嘴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那是宴席上的那个奴婢吗？掌门，玄元山果然是卧虎藏龙，连一个小小的奴婢都有如此大的本事，令人大开眼界啊！殿下谬赞，此战自然是清队全体胜出，怎可能是一人得胜呢？哦，扶摇姐，扶摇姐，你原来在我心中是这个，现在是这个啦！真的。你这孩子就是这样，这种事儿比猴都精，大事糊涂。我怎么我？今天这么大一场面，你骑着资铁而出，燕烈心眼小，他能容忍一个玄幽部的奴仆占尽风光啊？啊？那我倒没多想。再者说，你今天算是过了第一重险关，那还有第二重、第三重呢。就算老天帮你，那燕烈和幸培那丫头能放过你？您的意思是，能够允许玄幽部参加田斗赛，如果不是阴谋，燕烈不会默认。总之呢，我还会一路走下去的。参加比赛之前我都想好了，生死有命嘛。所以呢，这次活着回来，我就已经是赚了。
至于之后呢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也已经试过了，我都不会后悔。凡事小心。去吧去吧。陪你喝2杯。大师兄，来，把药吃了。你先放这吧。长儿不孝，让父亲担心了。这第一关你就让自己受伤了。并非大师兄大意，也并非那资铁难斗。大师兄受伤，是为了救人。师妹，救谁呀？今日那个贱奴骑着资铁出来，洋洋得意的，好像一个女英雄一样。他抢了所有人的风头，可他怎么不想一想，要是没有你鼎力相助，他怎么套上那个青圈？大师兄又怎么会受伤呢？田斗赛如此重要，你竟然还为那个贱奴分心。你给我听着，以后不许这个贱奴进入宣政部，若是再犯，我必门规重罚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这个骗子！怎么，这里我不能来啊？傻丫头，接着。紫铁的爪子有毒，寻常药物无法疗伤，这清水凝露留着。哦，你为什么送我药？你看上我了？你说呢？哎，这笨老鼠，你养的？笨老鼠？你笨吗？他可不笨啊。哦，是你先欺负人的。你也不吃亏啊，你还蹬了他一脚呢。哎呀，你屁股上有千百根毛，我怎么知道少了哪一根？来，你站好。老实说，昨晚你洗屁股没？啊？我说怎么一股怪味的？笨老鼠，你……你们一人一鼠这般争宠，那我倒享其人之福啊！我才不要跟笨老鼠争宠呢！那你要跟谁争宠？我的……好啊你！走了。你占我便宜！风声露重的，别在这待太久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骗子！等我揭下面具的那一天，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最近换你行不行？
飞扬，来，把衣服洗了吧。这是大师兄的，他是不是伤得很重？你倒是出尽了风头，少庄主为了救你，伤得可不轻呢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怪兽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少庄主的伤口现在用尽了良药都不见得能愈合。庄上不是有一个神医吗？哎，别提了，宗神医这2天刚好去西山采药了。行了，庄里还有事呢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想去看看大师兄。你可不能去啊！掌门现在下了命令，你若是再去玄正部，那便是触犯门规，要重重责罚的。别去惹事。扶摇，师兄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你会过来看我的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都是小伤。听说资铁的伤很难愈合，这个药会有奇效。师兄，你拿去吧。你这是哪儿弄来的？师兄就别问了。今后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害你的。师兄自己保重，我就先走了。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找你。扶摇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答应我呢？你心里明明有我的。我知道，师兄你从小就照顾我。这次又因为我而受伤。不过我能力有限，师兄日后若有需要，我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明明知道，我说的不是这些。但你我之间也不会再有其他的了。我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师兄告辞。扶摇。站住！把他拿下！你这次办事很机灵，
多谢师姐。本来我只是想惩戒他偷偷溜上了玄正部，没成想还有意外惊喜。看来这老天爷都在帮我。扶摇这贱奴，这回算是死定了。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拿我？玄正部是你可以随便进出的吗？一个小小的奴婢，不过是在田斗赛中抢了些风头，就不守门规了？看来我玄元规矩是该整肃一下了。哈，掌门，此奴虽然犯了门规，毕竟未闯大祸，依我看还是从轻处理吧，也能以此彰显我们玄元派的仁德。我也是此意。私闯玄正是小事，偷盗才是大罪。我偷盗什么了？我没有偷盗。那好，拿上来。这是你送给京城的东西吧？这是我给大师兄治病用的。这瓶子乃是西海地下所藏紫晶所制，珍贵异常。你一个小小的奴仆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勿使口于人的道理。想好好活命，把嘴闭起来。别人送的。别人给你的？那是谁给你的？我不能说。不能说？我看你是不敢说。这分明就是偷的。我没有偷东西。你说没有偷，又无法证明自己。各位长老，这事儿该如何处置啊？玄元许久未祭出无念之境，扶摇说的是真是假，我看还是交给先祖之灵决断吧。起阵。大师姐，他怎么样了？大师姐，进去许久了。自古以来，玄元山就没人能逃得出这无念之境。里面的机关和暗器，岂是一个贱奴能破得了的？你们还不赶紧去收尸！这无念之境一旦开启，我等进入死路一条。是啊，封册记载，我派有一位武艺超群的太师祖，因触犯戒律进入这无念之境，可最终还是抵不过里面的强大力量，瞬间就化成了白骨啊！竟有这等邪乎？那可不。都别废话了，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他在里边，你们就在这等着吗？他要是死在里边，我们又怎会知道？掌门说，若是他死在这无念之境中，森林便会升起黑色的煞气，我们在这安心候着就好。他撑不了太久了。哦，那我便在这儿等着，这黑色的煞气升起了。丫头，
丫头，这不可能！我也想知道，他怎么受得了这尸骨之寒的。金荣要紧。 幸好来得及时。希望你出了这无念之境以后，没有人再为难你。走。大师姐，不好了！好好回话。我刚刚路过后山的林子，发现一道蓝色的光。 我马上冲过去查看，没想到，那个剑奴居然冲破了无念之境，还躺在那儿。什么？你说谁躺在那儿？就是那个玄幽部的剑奴，扶摇。怎么可能？难不成他破了无念之境？ 扶摇姐，扶摇姐，你醒了，扶摇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周叔，周叔，扶摇姐醒了。扶摇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啊，扶摇姐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哎呀，你总算是醒了。周叔。哎，行。 去拿药去啊！哦，也就是说，通过了无念之境，之前的事情就能既往不咎了吗？是啊，这是几百年的规矩了。燕烈就是再想罚你，这规矩他不敢废。只是燕烈没想到啊。 有人能够通过无念之境，之前从来没有人通过吗？从来没有。哎，这事儿到此为止了啊。可是我要现在退出的话，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他们越是要打压我，我才越要变强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我也不劝你了。 那你好好养着。下一轮的比赛就在眼前。既然是命。 那就顺天而行吧。天斗赛次轮即将开启，如下将为大家细加陈述次轮规则。次轮比赛将再次呈现，由你们二人结对相携完成。你们自行组队，两两结盟。结盟之人须将签有你们姓名的血液帖放入方鼎之中。师傅，此时可否投帖？方鼎已然，便是次轮已开，自然可以。
如此，你们便将继棕色断代了。届时，你们结队二人将同进退，共荣辱了。是日次轮前夜都可自行报名。届时若是有人没有组队，将随机配对，不会再行知会。 弟子裴愿向师祖起誓，次轮比赛，无论如何，裴愿定倾尽所有，鼎力协助大师兄燕京尘，不为己私，不为功名，只为大师兄定夺魁首，只为玄元睥睨天下。 大师兄，明白月儿的心了吧？看样子明日比赛，那丫头一定是死定了吧？周叔，这么早就起来，干什么去啊？ 我睡不着了。这世上有那么多条路可以走，你偏选一条最难的。您放心吧，这条路是老天爷给我选的，他肯定得照着我的。是，我知道。 我也拦不住你，此去也不能空着手去。拿着这个，管他什么名刀宝剑，肯定都没有这烧火棍好使。您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活着回来的。 到时候给我做好吃的。我走了。
林掌门，参赛弟子已集结完毕。好，诸位，请落座。师傅，已经安排阿晨和那剑奴一组。比赛一旦开始，阿晨就会丢下那个剑奴，到时他孤身一人，就有可能从中突围。师傅大可放心。哎，瞧瞧那个剑奴，偷偷报名蒙混过关不说，现在还居然拿着根破棍子来参加比赛，真是给玄元派丢尽了脸面。就是啊，看着像是伙房常用的烧火棍，如此天下盛世，竟把这般下贱的东西拿出来。大师兄，赛事将开，要是你一味地惦记着其他的事，耽搁了比赛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时辰到，弟子们入场。扶摇，今日比赛困难重重，一旦进入就生死未卜，你孤身一人，哪有取胜的可能？要不你退出吧，我去求父亲，让他保你性命。多谢大师兄这么多年的照顾。事已至此，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。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意外，也都和你们没有关系。扶摇，世子，世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世子不见了，要不要禀告国公？还是先找吧，没准世子躲在什么地方取乐呢。国公在观赛，我们贸然闯进去不太好，先找人。袁掌门，今日大家前来观战，不会只是看玄元山的美景吧？国公稍安勿躁。难道这便是？国公真是好眼力啊！这便是我玄元派的镇山之宝——卢雀转引河。此河虽小，却自有乾坤。整个玄元山的山水地况、机关秘器，都在此中了。卢雀转引河天下闻名啊，何不展示一下，让大家也见识见识？就是啊，让我们也看看。是啊，谢谢啊。起！卢雀转引河一开，便可观我整个玄元的风貌。大致山峦叠嶂，微至水中一粟。这就是甜豆赛场。诸位虽在此处，尽可以一饱眼福。若是还想看得更真切一些，那就要请出我们玄元山另一宝物——红龙烛。所有参赛的人，只需注意荧光指示的方向，先站在与自己佩戴颜色相同的扇叶前，每组4人。佩戴颜色相同的2人为一队，站在凭空路上的4人须先争夺中央轴中的龙骨伞，方可落至平地。龙骨伞至多可以承重2人，只有相向而立的同组2人共同通过，携带龙骨伞上所系挂珠到达指定地点，方可赢得比赛。比赛的时辰为1烛龙香，超时不能逃生者
便将出局。也不知道遇到哪个倒霉的。已至此地，大师兄还信不过我？自然不是。隆中宴起，甜豆在心，不知国公是否可以赏月，为我轩辕点燃龙烛啊！你看这云浮高悬，什么都看不清，怎会知道是输还是赢呢？这龙烛共分12条右龙，试台入场的弟子一共是24人，12组。此轮比赛结束以后，就只剩下6组，12人了。这12条右龙万千变化，将会为大家解释一切。我弟子2两一组，以缎带的颜色划分。若是2人突围，这右龙便会吐出与缎带颜色相同的火焰，届时便可知分晓。感谢诸位莅临我轩辕，甜豆赛次轮已经开始，在此我恭请各位共赏盛世。我先敬诸位了。师妹，怎么上来的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我也问自己，大概是闲事馆上瘾了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何要帮我？我是救你命的人，你只需要记得这点就好。日后我可要你还案。